《紅樓夢》作者曹雪芹。本書由杜麥奴女士讀出，香港好書流星協會有限公司製作。《紅樓夢》人物關係圖頁1。《紅樓夢》人物關係圖頁2。第84回，試文字，寶玉似提親，探驚風，賈環重結怨。上卻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場戲毆得肝氣上逆，阻肋作痛。寶釵明知是這個緣故，也等不及醫生來看，先叫人去買了幾錢歐藤來，濃濃的煎了一碗，給他母親吃了，又和香菱給薛姨媽捶腿揉胸。停了一會兒，略覺安頓。薛姨媽只是又悲又氣，氣的是金桂殺潑，悲的是寶釵有涵養，都覺可憐。寶釵又勸了一回，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，肝氣也漸漸平復了。寶釵便說道：媽媽，你這種閒氣不要放在心上才好。過幾天走的動了，落得往那邊老太太姨媽處去說說話兒，散散悶也好。家裏橫豎有我和香菱照看着，兩他也不敢怎麼着。薛姨媽點點頭道：過兩日看罷了。且說元妃疾愈之後，家中俱覺歡喜。過了幾日，有幾個老公走來，帶着東西銀兩，宣貴妃娘娘之命，因家中省民勤勞，俱有賞賜，把物件銀兩一一交代清楚。賈赦、賈政等稟明了賈母，一齊謝恩畢。太監吃了茶去了。大家回到賈母房中，說笑了一回。外面老婆子傳進來說：小師們來會到，那邊有人請大老爺說要緊的話呢？賈母便向賈赦道：你去吧。賈赦答應着，退出來自去了。這裏賈母忽然想起，和賈政笑道：娘娘心裏卻甚實惦記着寶玉，前兒還特特的問他來着呢。賈政陪笑道：只是寶玉不大肯念書，辜負了娘娘的美意。賈母道：我都給他
上了個好兒，說他近日文章都做上來了。賈政笑道：哪裏能像老太太的話呢？賈母道：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，難道他都沒作上來麼？小孩子家，慢慢的教導他。可是人家說的，半子也不是一口而吃的。賈政聽了這話，忙陪笑道：老太太說的是。賈母又道：提起寶玉，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。如今他也大了，你們也該留神，看一個好孩子給他定下，這也是他終身的大事。也別論遠近親戚，什麼窮啊富的，只要心知那姑娘的脾性宜好，模樣宜周正的就好。賈政道：老太太吩咐的很是，但只一件，姑娘也要好。第一，要她自己學好才好，不然不郎不幼的，反倒耽誤了人家的女孩兒，豈不可惜？賈母聽了這話，心裏卻有些不喜歡，便說道：論起來，現況着你們作父母的，哪裏用我去操心？但只我想，寶玉這孩子從小兒跟着我，未免多疼他一點兒，耽誤了他成人的正事，也是有的。只是我看他那生來的模樣兒也還齊整，心性兒也還實在，未必一定是那種沒出息的，必自糟蹋了人家的女孩兒，也不知是不是我偏心。我看着橫豎比環兒略好些，不知你們看着怎麼樣？幾句話說得賈政心中甚是不安，連忙陪笑道：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，既說他好有造化，想來是不錯的，只是兒子望他成人的性兒太急了一點，
或者竟和古人的話相反，到時莫知其子之美了。一句話把賈母也逗笑了，眾人也都陪着笑了。賈母因說道：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紀，又居着官，自然越歷練越老成。說到這裏，回頭瞅着邢夫人和王夫人，笑道：想他那年輕的時候，那一種古怪脾氣，比寶玉還加一倍呢。直等娶了媳婦，才略略的懂了些人事兒。如今只抱怨寶玉，這會子我看寶玉比他還略睇些人情兒呢。說的邢夫人、王夫人都笑了，因說道：老太太又說起逗笑兒的話來了。說着，小丫頭子們進來告訴鴛鴦：請示老太太，晚飯時候下了。賈母便問：你們又咕咕唧唧的說什麼？鴛鴦笑着回明了。賈母道：那麼着，你們也都吃飯去吧，但留鳳姐兒和真哥媳婦跟着我吃吧。賈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應着，事後擺上飯來。賈母又催了一遍，才都退出各散。卻說邢夫人自去了，賈政同王夫人進入房中。賈政因提起賈母方才的話來，說道：老太太這樣疼寶玉，畢竟要他有些實學，日後可以混得功名才好。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，也不至糟蹋了人家的女兒。王夫人道：老爺這話自然是該當的。賈政因派個屋裏的丫頭傳出去告訴李貴，寶玉放學回來，索性吃飯後再叫他過來，說我還要問他話呢。李貴答應了是。至寶玉放了學，剛要過來請安，只見李貴道：二爺先不用過去，老爺吩咐了，今日叫二爺吃了飯就過去呢。聽見還有話問二爺呢。寶玉聽了這話，又是一個悶雷，只得見過賈母，便回園吃飯。三口兩口吃完，忙漱了口，便往賈政這邊來。
賈政此時在內書房坐着，寶玉進來請了安，一旁侍立。賈政問道：這幾日我心上有事，也忘了問你。那一日你說你師父叫你講1個月的書，就要給你開筆，如今算來將2個月了，你到底開了筆了沒有？寶玉道：才做過3次，師父說且不必回老爺知道，等好些再回老爺知道吧。因此這2天總沒敢回。賈政道：是什麼題目？寶玉道：一個是50有5而志於學，一個是人不知而不愠，一個是則歸墨，3字。賈政道：都有稿兒麼？寶玉道：都是作了抄出來，師父有改的。賈政道：你帶了家來了，還是在學房裏呢？寶玉道：在學房裏呢。賈政道：叫人取了來我朝。寶玉連忙叫人傳話與貝銘，叫他往學房中去。我書桌子抽屜裏有一本薄薄而竹紙本子，上面寫着槍課2字的，就是，快拿來。一會兒，貝銘拿了來，遞給寶玉。寶玉呈與賈政，賈政翻開看時，見頭一篇寫着題目是50有5而志於學。他原本破的是聖人有志於學，幼而已然矣。黛玉卻將幼字抹去，明用15。賈政道：你原本幼字，便構不清題目了。幼字是從小起，至16以前都是幼。這張書是聖人自然學問功夫與年俱進的話，所以15、30、40、50、60、70，佢要明點出來，才見得到了幾時有這麼個光景，到了幾時又有那麼個光景。師父把你幼字改了15，便明白了好些。看到成題，那抹去的原本云：夫不志於學，人之常也。賈政搖頭道：不但是孩子氣，可見你本性不是個學者的志氣。又看後句：聖人15而志之，不亦難乎？說道：這更不成話了。然後看黛玉的改本云：夫人孰不學，而志於學者卒鮮，
此聖人所謂自信於15時喻。便問：舉的懂得麼？寶玉答應道：懂得。又看第二藝，題目是人不知而不愠，便先看黛玉的改本云：不以不知而愠者，終無改其悅樂矣。方覕着眼看那抹去的底本，說道：你是什麼？能無愠人之心，順乎學者也。上一句似單做了而不愠3個字的題目，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，必如改筆才合題為呢？且下句找清上文，方是書理，需要細心領略。寶玉答應着，賈政又往下看，夫不知，未有不愠者也，而竟不言，非是由悅而樂者，揭克遵始。原本末句，非純學者乎？賈政道：這也與破題同病的，這改的也罷了。不過清楚，還說得去。第三藝是則歸墨。賈政看了題目，自己仰着頭想了一想，因問寶玉道：你的書講到這裏了麼？寶玉道：師父說孟子好懂些，所以到先講孟子，大前日才講完了，如今講上論語呢？賈政因看這個破成，都沒大改。破題云：言於捨陽之外，若別無所歸者言。賈政道：第二句都難為你。夫墨非欲歸者也，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。則捨陽之外，欲不歸於墨，得乎？賈政道：這是你做的麼？寶玉答應道：是。賈政點點頭意，因說道：這也並沒有什麼出色處，但初試不能如此，還算不離。前年我在任上時，還出過為士為能這個題目，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，不能自出心裁，每多抄襲。你念過沒有？寶玉道：也念過。賈政道：我要你另換個主意，不許雷同了前人，只做個破題也使得。寶玉只得答應着，低頭手撒枯腸。賈政背着手，也在門口站着作賞。只見一個小小廝往外飛走，看見賈政，連忙側身垂手站住。
賈政便問道：作什麼？小厮回道：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，二奶奶傳出話來，叫預備飯呢。賈政聽了也沒言語，那小厮自去了。誰知寶玉自從寶釵搬回家去，十分想念，聽見薛姨媽來了，只當寶釵同來，心中早已忘了，便揸着膽子回道：破題倒作了一個，但不知是不是。賈政道：你念來我聽。寶玉念道：天下不皆是也，能無行產者亦僅矣。賈政聽了，點着頭道：也還使得，以後作文總要把界限分清，把神理想明白了，再去動筆。你來的時候，老太太知道不知道？寶玉道：知道的。賈政道：既如此，你還到老太太處去吧。寶玉答應了個是，只得拿捏着，慢慢的退出。剛過穿廊月洞門的影屏，便一溜煙跑到賈母院門口，急得貝銘在後頭趕着，叫道：看跌倒了，老爺來了。寶玉哪裏聽得見？剛進得門來，便聽見王夫人、鳳姐、探春等笑語之聲。丫鬟們見寶玉來了，連忙打起簾子，悄悄告訴道：姨太太在這裏呢。寶玉趕忙進來，給薛姨媽請安。過來才給賈母請了晚安。賈母便問：你今兒怎麼這早晚才散學？寶玉悉把賈政看文章並命作破題的話述了一遍。賈母笑容滿面。寶玉因問眾人道：寶姐姐在哪裏坐着呢？薛姨媽笑道：你寶姐姐沒過來，家裏和香菱作活呢？寶玉聽了，心中索然，又不好就走。只見說着話兒，已擺上飯來，自然是賈母、薛姨媽上座，探春等陪坐。薛姨媽道：寶哥兒呢？賈母忙笑說道：寶玉跟着我這邊坐吧。寶玉連忙回道：頭裏散學時，李貴傳老爺的話，叫吃了飯過去。我趕着要了一碟菜，泡茶吃了一碗飯，就過去了。老太太和姨媽，姐姐們用吧。賈母道：既這麼着，鳳丫頭就過來跟着我。你太太才說她今兒吃齋，叫他們自己
吃去吧。王夫人也道：你跟着老太太、姨太太吃吧，不用等我吃齋呢。於是鳳姐告了狀，丫頭安了杯箸，鳳姐執壺斟了一巡，才歸座。第84回上完。想繼續聽我哋嘅有聲書，可以到好書流星網站掃描眼前嘅二維碼，或者去網址www.goldboksclub.org.hk， 撳入錄音書名單嘅選項中，裡面有提供方便選聽錄音書嘅連結。在此多謝大家嘅收聽。